月初开始，80岁以上的时代唔免巴士量表，就当直接来申请外籍看护。政府民间团体是表示讲，真烦恼真正需要的同志家庭哦，就爱甲健康的时代来抢看护。今日卫生福利部跟劳动部是做伙开记者会，嘛有提出配套的办法，佮强调讲会互同症的病人优先来申请。 同症行动无方便的时代，为着要申请8型流表，需要亲身去到病院，这是非常吃力的代志。为着要减少负担，立法院伫咧去年修法，伫咧后个月8月初一开始，80岁以上的时代，唔免评估8型流表，就当直接申请到外籍看护，引起民团立委批评，恐惊就路了后，有53万健康的时代和同症的时代，就外籍看护的资源。在整个法案修法之前，包括民间团体。 以及我们劳动部一再的一个顾虑跟关心、忧虑是相同的一个现象。本部作为行政机关，一定要保障重症家庭的权益。 针对民团的诉求，卫福部和劳动部公布新制就路的6项配套，来保障同症家属的权益，包括推动轻重分流同症优先，扩大同症多元免评资格，同症家庭各来衔接上优先的制度。另外，也会协商增加来台移工人数，加编11亿8千万的预算来协助同症家庭度过请无外籍看护的时间。只要重症雇主登记承接。 所有在转换期的家庭看护移工都会优先的被推介给重症的雇主。申请外刊期间，或者是外刊尚未到任前的这个时间，民众可以拨打1966长照专线来申请使用长照服务。 另外，若针对有外籍移工伫咧8月初一要求加薪水，也是换雇主的问题，嘛不易出现抗通期。卫福部有提出照顾的专业服务、交通接送服务、无中介环境改善服务和哮喘服务，予同症的家属，希望会当确保同症患者的家庭生活品质无受影响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